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这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
恁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我一心要学罗耶和华。我要我的是要唱歌学罗我的上帝。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影座甲盾牌。艰难困苦必经目前，主要赞咱大得胜。暗示君王兴起，靠伊战甲价值。势力虽然凶猛，迫我到咱面前，救主赞咱大得胜。请咱起立来吟圣诗603首。咱以外徛伫用使徒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
全能的爸，创造天顶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基督道临来受苦，顶是第四摆落阴雨，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今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第58。第58伫咧1103页，也就是罗马书的第8章，显着咱三甲来启应。关系遮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人毋当，啥人会当理解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作得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下面请歌队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信靠上帝。多多
咱真感谢圣歌队用水的声引带咱来敬拜，来三甲来压头来祈祷。怜悯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感谢你一礼拜的看顾，互阮的心会当放下一切的牵绊，来到教会敬拜你。时间亲像流水，一礼拜一礼拜咧过，非常的紧。求主教示阮爱惜光阴，日日读经、灵修，甲主同在。即个世间充满挑战甲试炼，求主赐下恩典甲灵敏，伫阮的生命当中保守阮的心思甲意念，互阮的心所想的、目睭所看的、手所做的、骹所行的，拢会当合上帝的旨意。常常警醒祈祷，甲悲亲近，阮保持一粒谦卑的心，无论境遇好歹，拢甲主同在，心思合一，得主欢喜。阮也为着心灵欠安的兄弟，袂当来教会敬拜的兄弟，求主看顾因平安喜乐。阮安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恭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诗篇第46篇第119、11节，和合本是691页，汉语本是613页到614页。现代中文版是704页到705页。现着我来读。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溃烂，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站。所以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吼野涌。山虽然因为海涨摇窜，
阮也无惊。有一条河，伊会开叉，互上帝的城欢喜，就是至观者所徛起神的所在。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天普光，上帝要帮赞伊。第6节，异邦花花好，列国摇动。上帝出伊的声，地就烧扬。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在，看伊互地荒废到怎样。伊互高箭煞到伫地极，伊压折中斩断枪，将战车烧伫火中。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受尊做大，伫遍地上也做官大。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以上，愿上帝祝福听趁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请牧师。龙兄弟大家平安。咱多多听到师会所念诗篇46篇，伫即个诗篇46篇内底所描写的一个遮个情景，你敢会想到讲，昨9月21，2024年9月21号是921地动25周年。毋知影咱伫昨电视也是讲网络的文章、新闻中间一直讲到即个25年前所发生的即项真严重对伫台湾的灾害，到伫今仔日早起，咱读即篇诗篇46篇，毋知影恁敢有特别的感动？可能拢无啊，因为台湾地动真正太济啊。但是咱喙中讲无感觉。但是地动来，也是讲对伫咱即个25年前的9月21号发生的921地动，这拢是咱台湾差不多30几岁以上的即辈咱共同的记忆。所以今仔日咱的礼拜一开始，咱做伙吟的诗歌。就是圣诗603首，圣诗603首，旧版的圣诗是320首。上帝是咱安全要塞，这首圣诗实际上就非常符合咱9月22号的主日礼拜，当咱伫昨做伙来纪念921地动25周年，到伫今仔日。这首上帝是咱安全要塞的这个圣教会的圣诗，伊是非常出名，非常互咱基督徒咧吟的圣诗。这首圣诗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伫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间。根据诗篇46篇所改写，伊配伊所写的诗，配着当时所流行的啉酒的歌，咱讲饮酒歌的旋律，所变成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首圣诗，也伫过去5世纪以来。这首上帝是咱安全要塞的这首圣诗，真做咱基督徒非常重要。当咱伫危险的中间，当咱伫惊吓的中间，这首上帝是咱安全要塞的这首圣诗，这首诗歌，互咱真大的快乐，也互咱真大的安慰。
这马丁路德的全家的相片，这张相片其实嘛真出名，嘛真侪做牧师的人拢真仰望家己的家庭，牧会好歹，教会大细，教世强弱，这我感觉这真正是次要。若一个牧师会当全家是安尼，快乐吟诗，大家和谐、平安、充满喜乐，真正这才是一个牧师。咱看到成功的牧师，应该就是爱安尼。也真正，咱伫历史的记载中间，马丁路德看伊的图，伊拢是笑嗨嗨，伊拢是伊的家庭的图内底拢是安尼，大家做伙吟诗，大家快乐，伊拢笑嗨嗨，这就是马丁路德留予咱现在的教会牧者一个真大的一个模范，历史记载也是讲到伊的家庭生活，就是亲像这巴图共款。虽然讲无确定讲马丁路德敢会晓弹即个鲁特琴，就是伊迄个时代的吉他。即个无历史讲到这，但是这主要是要讲到伊的家庭生活。所以咱也知影，马丁路德为虾米遮尔看重诗篇46篇？我想这有伊本身的一个信仰的体会。也即首圣诗46篇，咱通常常怎样带予伊伫服侍的中间，互伊得到快乐，互伊伫真大的危险中间，犹原有平安欢喜。咱知影马丁路德伫宗教改革的时阵，伊是爱四界走路，你敢知影？因为当时的天主教会是反对伊的理念，将伊赶出教会，甚至是想要甲伊杀死。所以马丁路德是安怎才会当保留伊的活命？伊是利用当时，咱知影当时德国是很多的这个邦，很多的邦遮的贵族控制无共款的所在，伊就利用这个有的贵族。有的即个伯爵，甲天主教会较好的，伊就去找迄个甲天主教会关系较歹的，也是讲有的是较虔诚的遮的即个伯爵，是甲天主教会关系真密、真亲、真近的关系。马丁路德咧，伊就走去伊的对敌，利用即个政治的当时政治。即个彼此中间逐所在的即个纷争的一个政治的势力即个关系中间，马丁路德伊就四界走路，去找求即个当时的贵族来甲伊帮衬。伊当然利用安尼，伊四界建立教会，也互真侪当时的基督徒会当接受即个当来圣经的即个信仰精神，就是讲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条，毋是信仰的上大的一个标准。信仰上重要的准则是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所以独独遵照圣经。这讲到马丁路德，也讲到诗篇46篇。诗篇46篇上重要，就讲到上帝是咱得闪的所在，上帝是关台，也是咱和合本华语的和合本讲是避难所。关台是啥物意思？咱知影。伫战争的中间，咱讲掌握制高点，就会当伫战争的中间取得初步的优势。为什么？你要讲对低的所在，要拍悬的所在，
啊，你做啥物军队？安怎行？安怎走？安怎部署？悬的所在的军队拢对敌拢看啊清清楚楚。另外咧，咱看古代演古装的电影内底，当军队要拍悬的所在的对敌的军队的时阵，啊，即个防守的即方伫悬的所在，伊就当射箭，射箭，也是讲将真少的油对顶面倒落来，然后咧下骹攻击的军队，就凄惨落魄。所以悬台的意思就是亲像堡垒共款。当你伫悬的所在，你掌握你是易守难攻，所以你有安全的保障。所以咱台语圣经翻译做悬台，华语圣经是讲避难所，也是有的圣经讲是堡垒。这其实希伯来文拢同一字，迄描写的就是一个安全的所在啦。伫即个安全的所在，你较袂遭有危险。伫即个安全的所在，你会当保护，得到保护。伫即个安全的所在，你会当免得烦恼，对敌来攻击。所以诗篇46篇讲，上帝是咱遭有困难甲危险的时阵，倒险的所在，也是悬台堡垒。这是安平古堡即个荷兰时代叫做宜兰甲城、热兰遮城，这就是叶牧师的故乡。爸爸是安平人，祖厝就伫即个延平街，台湾第一家延平街，所以叶牧师甲志杰共款，拢是海口的姓叶的，虽然讲阮拢较少，阮是少数，海口姓叶的无侪，但是阮就是祖先，就是种种的原因，就住伫海口，住伫海边啊。好，悬台也是堡垒，就是战争的时阵，会当互人秘伫内底抵抗对敌的攻击的一款防御工事。避难所意思是讲，一个人拄着危险的时阵，会当逃走入去，得到保护。甚至咧，因为即个所在真安全，所以至少会当伫遐。无论是得到治疗，还是伫遐疗伤止痛，所以即句讲上帝是咱避难的所在，也是讲上帝是咱的悬台的意思，就是当咱面对试炼甲苦难的时阵，咱会当找求上帝来得到保护，来得到暂时的安息，甚至找求上帝来得到医治。互咱台湾古籍内底上旧的目前所留落来就是台湾城。你若来到伫台南安平的即个台湾城，你来看，你就知影，迄个城墙，迄个堡垒的城墙是非常的高，迄比咱想象会搁较高，然后咧是用啥物？伊迄个砖仔是用啥物来糊做伙？石灰甲啥物？糯米，糯米啦。过来咧，迄个海边仔的迄个贝壳，磨成粉，听讲佫有糖一类的物件，染做伙糊糊的，然后甲砖仔糊做伙，结果经历400冬，即马佫伫个，上帝就亲像即个悬台
堡垒的即个墙啊共款，即个城墙堡垒的墙共款，是咱会当找求闪避危险、找求帮赞、找求保护的所在，有坚固、真悬的墙，互对敌无办法真简单来攻破。所以咱知，只有上帝来掌管。当咱伫上帝的权柄的中间，咱所面对迄一切对敌、迄切黑暗的势力，拢无办法赢过咱。就亲像咱秘伫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中间共款。哦，看到即个相片，咱斟酌来看迄乌白的相片，啊，咱看清楚内底是啥物？这就是54年前，哦，1970年11月20，永安3号防空演习，哦，台北市的敦化国小的学生啊，伫遐演练，哦，即个俯卧避难，哦，这是联合报，哦，1970年11月21号联合报。哦，的新闻相片，哦，我真爱看这新闻相片，哦。以前若学校防空演习的时阵，拢叫咱做安尼啦。恁敢会记起？恁敢做过？哦，趴伫涂骹，然后咧，哦，手肘扶住，然后爱，哦，即个镜头啊，将耳仔牵起来，然后咧，其他四肢将目睭牵起来，然后大家趴伫涂骹，嘛毋知要创啥。这就是咱过去防空演习，哦，可能咱在座吼，我算算诶，迄内底趴伫涂骹防空演习，趴伫涂骹诶，遮个囡仔，即马应该嘛拢是要70岁啊咧，哦，要70岁啊，哦，60，哦，可能65岁左右。哦，所以咱在座65岁吼，恁细汉的时阵，就甲因共款，哦，趴伫涂骹，防空演习趴伫涂骹，哦，我想这是咱共同的记忆。防空演习，学校的老师叫咱大家趴伫涂骹，然后还要靠墙趴着，然后诶，俯卧在地，双手盖住耳朵与后脑。啊，其实咱即马为什么后来学校无搁教即步？因为咱知影，真正炸弹落来，即招无效。搁来咧，教咱秘伫做人。啊，结果咱知影，炸弹落来，就算无伫咱顶面爆炸，伊伫边仔爆炸。啊，结果这窗仔的玻璃，规个喙糊糊，玻璃四过喷，哦，这真危险。哦，本来会当安全啊，拄着即个俯卧在地的方法吼，反倒等死伤会真严重。所以咱即马学校无搁安尼教对无？咱即马较侪做的是防震演练。哦，防震演练当然咱就知影哦，哎，防范掉落物。哦，所以哦，防震演练反倒等较实用。哦，咱知影，咱过去40-50年前防空演习教咱安尼避难，其实无真正的效果。哦，真正厝若倒落来吼，趴伫涂骹，反倒等无迄个效果。甚至咧，当大家迄逃走的时阵，你趴伫涂骹吼，吼，迄真危险，会互大家吼伫你顶面吼打过，吼，反倒等危险。但是上重要，咱大汉了后才知影，咱伫一生的中间，真正上会影响到咱，上会害到咱的，上害到咱性命的，反倒等毋是对天顶落落来的炸弹。咱一生的中间，
会害着咱的太济物件、太济代志。反倒转对天顶落来的炸弹，毋是咱真正爱惊的。常常伫咱工作的时阵，有真侪引诱；过来伫咱日常生活的中间，咱也无注意咱本身的安全。想讲开车，你若无遵照交通规则，要挖就挖，要U-turn的你就U-turn。迄若无出代志吼，真困难。也是你出门行路，明明红灯你要撞过去，咱生活的中间、一生的中间有太济会危害着咱的代志。但是咧，只有上帝临到咱生命的中间，才会当互咱真正感受会到伊关心、伊疼咱的生命才会当真正得到平静安稳，咱才会当持续有愿望甲喜乐。咱毋是规工去烦恼遐个代志，有太侪物件、太侪的事会危害着咱烦恼袂了啦。你想讲有时啉水拢会砸着嘞，对无？有偌济老大人是因为啉水砸着，引起肺炎，甚至来安尼过身。啉一个水，有时阵拢会危害着咱的性命。佮免讲出门行路散步，甚至伫厝内底。也无输捌讲过，根据调查，老大人、年长的长辈伫厝内底发生意外的比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悬。不如讲带咱的长辈，才会咱的长辈出门散步，有可能拢比放伊一个人伫厝内底。搁较安全嘞，有太侪代志会互咱紧张烦恼，但是只有上帝临到咱的生命中间，才会当互咱无搁遮尔烦恼。当然，讲起来真简单，真侪人讲我天不怕地不怕，有可能因真正。毋惊真侪物件，看到蛇袂惊，看到家纸、牙工、牙拢袂惊。有的人毋惊悬，高空弹跳嘛去跳。有人毋惊水，所以咧，收水入外潭对即边收去迄边，搁收转来，一工两纸无问题。有的人毋惊食苦。讲我食苦亲像食补，有的人讲我健康介好，我毋惊患病，啉一个水就无代志。但是咱诚实来问咱家己，咱总是心中会有对某一项事、某一项代志会惊吓。有时阵，咱会惊吓，毋免理由。咱会惊吓，毋免理由。明明统计数字，交通意外发生的比率，上少的就是飞轮机，甚至行人交通意外，其实是真悬。结果真侪人毋敢坐飞轮机。因为若是咱内心无办法克服对悬的惊吓，也是咱对现代科技，尤其
航空的科技欠缺信心。你想讲啊，导航哦，即马飞机都有自动导航，导航毋知会导到哪里。也是飞行机伫遐摇的时阵，你想讲哇，安尼飞行机敢会空中解体？那安尼，咱永远无办法，心中非常安稳，迄坐飞行机。同款的是，诗篇46篇提醒咱，既然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掌管咱的性命，安尼咱为虾米有遐尼多的惊吓？但是咧，咱总是会惊吓，对无？就亲像咱明明知影，交通意外内底，比如上低的是飞行机，但是惊坐飞行机的人真多。搁较值得咱注意的，诗篇46篇所讲到的遮个患难，是地动、山摇、大海涌，以及世界中间各国彼此征战。即款的程度是比咱个人、咱家己所惊吓的，咱可能惊吓病痛。咱惊吓人际关系的紧张，咱惊咱的事业会无顺利，咱惊讲咱家己做啥物代志会遇到困难，咱惊讲咱生活中间有真侪的坎，咱无办法行过。但是实际上，天动、地动、山摇、大海涌，以及战争，这才是咱家己无办法控制的。像昨有真侪文章就会写着讲，伫地动迄款大地动的时阵，真正人啥物拢无办法，简单会当随他去了。迄药啊，伤过厉害。然后咧，你若咱伫台北，我毋知影咱内湖遮92921是怎样，目前伊当阵伫南部，好亲像也无真正真严重。听迄台中的还是埔里南投、台中遐的人讲迄当阵有诶个药啊无办法叮当，当无药的时阵，说要出家己厝的门，行袂出去，因为迄个门已经变形啊！有诶是专家伫外口困一礼拜，毋敢入家己的厝，因为惊讲余震。搁莫讲迄个救灾的过程，当然救灾业务署都有参与啦。迄当阵开教会福音车去载物件。25年前的921大地动，有可能咱在座嘛捌当时有拄着较大的较紧急的状况的像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当时嘛有迄个嘛有厝倒落去也是咱在座当时是住伫中即个台湾中部的，也是咱有亲情住伫台中像牧师娘伊是代理遐嘛有真大的损伤。只是咱昨纪念921，其实上时咱就纪念啥物？纪念咱台湾人伫灾害的中间，咱重新行起来，重新徛起来，咱见证着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丰盛的恩典。甚至有人讲，921对台湾整体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伫921大地动的灾后重建。大省是921大地动的救灾，
到伫灾后重建，台湾人搁一遍体会到，咱台湾人是一体的。这也影响到1999年的92大地震，影响到2000年的总统大选，台湾第一遍本土的政党摕到政权。所以92125当前的921大地震，其实对咱台湾人来讲，虽然讲有真大的财产，甲人的性命的损伤，但是会当讲，伫迄个重建的过程中间，其实对伫咱台湾人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成长。对咱基督徒搁较是，这几张相片就是921大地震相关的相片。当时教会，尤其是阮中南部的教会，因为较近啦，拢投入救灾。像开车对嘉义开车去中寮去送米，迄当阵牧师嘛参与过。迄当阵像我即款路痴，毋知影安怎行路，路根本无熟，嘛戆戆嘛开到的。对嘉义市开福音车开到中寮，即马嘛想象袂到讲，即马拢爱卫星导航。当时没有卫星导航，毋知影安怎戆戆开会到。我敢若会记去当阵开入去南投内底，就看到沿路拢是出山的队伍，拢有人咧出山。然后去中寮，还袂到中寮，路边就是迄个碰碰桥的迄啥物，从这发电机边仔是啥物？冷冻柜，冷冻柜内底放啥物？应该咱拢知影。冷冻柜啦，中寮半路拢冷冻柜，我会记起1999年的报佳音，迄当阵有几若个咱长岛教会的中会，拢是报佳音联合报佳音安排伫中寮去遐，12月24号暗时伫遐联合报佳音。我想迄段过程其实也互咱重新体会到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丰盛的恩典怎样显现伫人的软弱、人的欠缺的中间。所以咱大大伫咱做伙念的启应文58篇的启应文内底，这是出自罗马书8章38节到39节。这段圣经真值得咱来思考，就是上帝的疼，甲咱的关系。保罗就伫罗马书第8章的38节到39节，甲咱讲。因为我亲知，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是关联的，是悬是深，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会结断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疼。弟兄兄弟，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上帝临在伫咱的生命中间的即个事实，无任何的人事物会当对咱成就，来将咱甲上帝的疼来夺走。就算一个人有可能会失去一切，但是咱要知影，到迄当阵，咱犹原有上帝的疼甲咱同在，咱有上帝的气力来扶持咱。当然，这是道理，但是讲到咱家己，咱要反省咱家己。咱要反省咱家己，就是人伫危急的关头，反倒转，咱是上困难来保持咱的平静。因为咱人总是想讲一定要有行动，
一定要用行动来扭转这个无好的情势。但是真讽刺的就是，有时阵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的行动，咱是为着行动去行动，却毋是去思考讲咱所做的行动，敢真正会互咱的状况来得到好。反倒恁就毋是想讲，我安尼行动，敢是对伫代志有帮助？有时阵咱面对着危险，咱一紧张，咱的行动，咱是为着行动来行动。咱在座毋知甲人，甲牧师共款拢爱饲鱼，这是海水鱼，海水的鱼有一种真水，叫做青蛙鱼，伊甲青蛙无关，只是伊迄头生啊真亲，亲像迄个青蛙。叫做青蛙鱼，Mandarin Guppi 这种鱼真新鲜，伊真水，但是咧，伊保护家己的方法，就是伊的皮肤伫危险紧张的时阵，会分泌出毒物，有毒啊，有毒的物件会放毒，伊一紧张就开始放毒，这伫大自然中间。这是自然的大海中间，这是会使的，因为大海真宽阔，所以咧，伊拄着危险，别条鱼来攻击伊的时阵，伊放毒，然后咧，这伊是神经性毒素，所以这鱼若拄着这款毒攻击这个青蛙鱼的鱼，接触这款毒的时阵，暂时停止呼吸。所以咧，青蛙鱼就当平安来逃走。不过咧，当今咱饲伫水族箱内底，咱知影水族箱佮安怎大，拢不比大海。像牧师是四尺长的鱼缸，安怎讲拢真水，所以是一个密闭空间。所以有一遍，叶牧师第一遍饲这款鱼，煞无想清楚。咱知影海水鱼同种类拢会攻击，所以咧，无拄拄是青蛙鱼，即款咖比即款种的鱼，只要饲做伙，拢会互相攻击。结果我毋知三只类似的种的鱼饲做伙，结果咧，即个青蛙鱼，伊自然就是受到攻击，伊就放毒。但是伫封闭空间内底变做安怎？家己嘛毒死啊啦！三只鱼拢死。这就是我讲的，人伫危急的时阵，反倒当无办法分辨我安尼的行动是对代志有帮助无，也是我安尼行动反倒当害着我家己，无办法解决问题，反倒害着我家己。就是亲像这个青蛙鱼养在小水族箱的故事。伊放毒，伊要求安全，所以伊放毒，因为伊互别只鱼攻击，但是毋知影伫水族箱内底水无济，所以伊放这个毒，反倒当毒死家己。另外一个呢，就是游泳池内底，咱知影救生员。这个救生员也是水上救生训练的时阵，拢会甲咱讲，当人跋落去水内底，拢会自然反应伫遐挣扎，伫遐试过要掠物件，想讲要掠着什么物件求安全，结果咧，往往煞害着要救跋落水内底了后，要救即个跋落水的人。这个救生员煞去互这个跋落水的人自然反应来救，煞变做两个人做伙拄着危险，但是反倒当当跋落水的人煞已经无要挣扎的时阵咧，反倒当救生员是上容易将伊救起来。因为伊无做无谓的挣扎，
所以，咱常常拢想要靠咱家己去解决问题，无论是要赢过对敌，也是为着要互家己得到较侪的安全感。但是，咱爱思考的就是，敢有可能咱着亲像跋落去水内底的人共款，伫遐迄挣扎，但是反倒转互救生员无办法接近咱来救咱共款。也是讲更较明，就是敢有时阵咱因为咱伫遐使命挣扎，反倒转咱甲上帝要救咱的上帝撒较远远，反倒转无办法出手来救咱。所以咱今仔日读到，伫诗篇46篇第10节，伊讲过：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恁着定定定定。伫其他的圣经版本是驻守。定定的意思是啥物？你莫动啦！你搁动，我无办法救你啦！你跋落去水内底，你动遐尼厉害，我安怎救你啦？你着定定。即个定定敢有重要？咱基督徒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学的晓的信仰功课，就是咱家己定定等待上帝，咱互上帝出手，毋是亲像跋落水的人共款，伫遐挣扎。救生员一看，哇，暂时我袂当救你，可能要等你水啉真多，无办法搁挣扎了啊，我较来救你较好。所以学习定定，这需要咱对上帝有绝对的信靠甲信心。咱相信上帝会守伊的应允，照伊的应允来对待咱。咱相信上帝绝对袂离开咱，所以上帝是咱坚强的关台，是咱的避难所。上帝爱咱伫伊的内面来得到平静安稳，所以诗篇46篇提醒咱，有时阵咱爱思考。拄着危险困难的时阵，咱爱思考，咱敢是爱暂时定定驻守。所以以赛亚书30章15节讲啊真好，恁得救是在伫归回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安稳，咱得到快乐，在伫平静安稳。落去兄弟，咱相信上帝，无代表就是咱保证会当凡事顺利，保证咱拢会当功成名就。但是上帝已经应允咱，只要咱愿意相信，咱愿意跟对伊。伊的慈悲疼痛绝对袂离开咱。上帝是咱坚强的堡垒，互咱会当得到勇气、甲信心来面对生活中间逐款的挑战、甲试炼。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学习到，就是阮。需要对伫主里有搁较深的倚靠，阮也爱建立阮对伫主里的信心，因为你已经应允阮，无论什么人事物，拢袂当隔断阮甲主里的听，因为你的圣囝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互阮会当
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会当重新恢复阮做你囝儿查某囝的身份，也互阮得到你听的确信。所以主啊，求主你互阮会当伫阮拄着困难危险的时阵，阮会当有更较多的平静安稳。阮通定定来等待主你的引带，我会当定定来思考，阮爱怎样做，才是下伫主你的旨意。主啊，恳求上帝你看顾带领阮，加添阮的气力，看顾阮的欠缺，阮将一切交托予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第612首。景有好歹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店主是会稳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但你在顾，但你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请咱起立来吟圣诗。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李昂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若有需要教会10月到12月事工分担表的兄弟姊妹，请到迄落招待道遐去找。第二就是要报名参加插花班的兄弟姊妹，请向我来报名，爱预付花材费500块。第三就是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有教会有查经祈祷会。咱即马咧查的是新约圣经的约翰1、2、3书，请兄姐踊跃来参加。第四就是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礼拜的，请向牧师也是中职来报名以利安排。第五就是后礼拜9月29的主日礼拜的详细题目经文甲信息启应，咱家己来读。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透早8点45，泡茶时间是每隔周的下晡2点半，查经祈祷会是每暗的7点半，插花是每一摆的上午10点。咱即马要查查祈祷的经文是约翰3书第1章第1节到第8节。圣公的事奉，今日的招待是现宗兄，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燕卿姐。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黄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颐养执事，书献是义节执事甲民编执事，招待是燕卿姐，插花是我本人，清扫是名义长老。咱来看奉献的部分，咱家己来看，若有定着再来向我也是民兵执事来更正。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我来读一解。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结实的帮站。请咱来念：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结实的帮站。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也是患难中结实的帮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下面咱来互相来请安。咱来念圣诗，上用的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国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死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找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我
咱伫生活中间难免会拄着困难，难免会面对着艰苦事，但是莫袂记住，上帝的疼痛绝对袂甲咱隔离。咱就爱倚靠伊，咱也爱对伫上帝来得到智慧，来互咱知影咱要怎样来面对头前的路，也对伫上帝的疼痛中间，咱找着盼望，找着信心来向前行。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